1月1號嘅遊行呢，越嚟越多人啊！當初就1萬幾千啊，最近去到20-30萬啦已經。咁啊，透過呢個遊行係展示香港人對呢個回歸之後管治嘅不滿，對呢個缺乏民主發展嘅不滿。回歸咗16年啊，仍然都係由呢個小圈子操控嘅特首嘅選舉啊。第一屆就係呢個老懵黨懵嘅，第二屆就係貪嘅呢個貪曾。第三屆呢，就係呢個689大話精，即係一屆不如一屆。香港人見到都心噏，係嘛？大家當年諗住回歸之後港人治港，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啦。家下唔係喎，家下人哋當家作主。啊，呢個689呢係中聯辦呢一個嘅傀儡，係嘛？即係當選之後呢，唔係多謝選民，多謝市民。啊，呢個689梁振英當選之後第一件事呢，就打工作揖咁樣呢，差唔多跪住咁樣入中聯辦呢個謝票。所以我哋見到香港嘅政府啊，呢一個惡化管治嘅惡化質素嘅倒退呢，係好可悲嘅。所以香港人係要挺起胸膛站出嚟，我哋要爭取嘅係一個能夠代表到香港人嘅特首嘅選舉。啊，最近政府好自豪咁樣講呢，我已經話2017有呢個1人1票嘅特首選舉咯。我話俾大家聽，2017現時設計嘅選舉係一個假嘅選舉，因為呢個由1200人操控嘅小圈子選舉，就係呢個共產黨操控嘅選舉，係嘛？你有冇聽過共產黨有民主㗎？共產黨操控嘅選舉就係呢一個嘅共產黨欽點嘅候選人必然當選嘅選舉。所以我哋見到呢個梁振英喺中聯辦支持之下呢，可以踩冧呢個嘅唐英年，李嘉誠支持嘅唐英年都選唔到，係嘛？所以見到共產黨嘅威力全世界嘅華人首富支持嘅候選人呢，都唔夠呢個中聯辦嘅威力。所以我哋要打冧呢個小圈子選舉，至能夠真真正正還政於民。我哋要取消呢個小圈子選舉，至真真正正可以落實港人治港。所以人民力量要求嘅係一個真正冇篩選嘅特首嘅選舉。我哋唔要乜嘢公民提名元素嘅選舉，我哋要真真正正嘅係要公民提名嘅選舉。區議會10個選民提名就係公民提名，立法會選舉100個選民提名就係公民提名。林鄭月娥話啲人唔係好明咩叫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已經落實咗20-30年啦已經，所以話香港人唔明公民提名呢，呢個係一個虛偽同埋扭曲嘅講法，係指鹿為馬。所以我哋呼籲大家要爭取嘅係一個已經落實數以10年嘅提名機制。同時呼籲各位朋友，如果大家參與今日嘅民調嘅呢，唔該幫我查咗元素嗰2個字，唔可以俾佔中3人組呢喺度扭曲民意民情，即係公民提名就公民提名。你話咩叫公民提名元素？689可以同你講，1200人小圈子嘅提名都係有公民提名元素。所以我哋要嘅唔可以俾任何人扭曲呢個民意民情。呼籲各位朋友一陣間做民調嘅，查咗元素嗰2個字。同時參與遊行嘅朋友，今晚8點半呢，喺中環由網民自發嘅佔中呢個嘅中環導賞團嘅行動呢，大家可以聲援同埋參與。一陣間8點半，今晚8點半，係帶大家去睇睇中環呢有邊啲地產霸權，有邊啲金融霸權操控香港嘅經濟。呼籲各位朋友撐自己，參與呢個遊行。撐下一代呢，更加係要爭取一個真真正正冇篩選嘅公民提名嘅特首選舉。多謝大家，呢度係人民力量，我係大嚿，多謝。